大家平安欢迎大家今仔日来参加咱第92回的世界台湾文化营。咱今仔日有请到一位来宾吼，这位来宾检测咱的论坛内面较少人捌吼，毋过我知影伊有来参加论坛几遍啦吼。我其实我嘛毋捌伊啦吼，其实是今仔日嘛第一遍和伊面对面有即个机会和伊伫遮讲话。毋过我想讲特别要邀请伊来，就是讲我看伊的 Facebook 内面吼，伊讲的遐一寡话题吼，哦，真快啦吼。伊讲的一寡话题我读拢无啦吼。检采是因为伊住伫台湾，阮年纪也差不多30-40岁吼，所以因检采因咧讲的话，我要去甲了解。变成讲有较困难，所以无规矩，就请伊来论坛讲看卖安尼吼。想袂到我写一个，伊含我也无熟悉我就写一个 text message 互伊讲，你敢袂当来论坛分享一下？伊一下就讲好呢，就讲要来讲吼，台语文和建国安尼赞 right on 所以吼，我即摆我就甲时间交互伊啦吼，互伊来家己介绍吼，免得讲我甲伊介绍毋对去歹势安尼啦吼。安尼无下肚倒兄下神仙还是写神仙，我甲时间交你好。咱了吼，咱进行的方式大概是安尼啦吼，差不多是伊会讲差不多1点钟以内啦吼。了吼，我会请即个陈瑞先生吼，和迄个林继福先生来甲你问，先起一个头问两个问题安尼啦吼，来咱较开放 Q&A。即个林医师吼，伊即摆人伫罗林，伊讲伊要用即个试用手机看会当入来无吼。所以检采伊若无入来，袂要紧，咱就开始咱的 Q&A 安尼。好，无安尼，请夏东兄你来开始。好，大家好。PowerPoint 你囥爱先囥起吗？我先囥起。大家好吼，其实我足久无演讲啊，但是其实我顶摆演讲嘛是即个题目啦。迄个时差5、6个人尔，就是伫咧宜兰的一个册店。我今仔应该是先介绍我家己啦吼，因为应该足侪人拢毋知影我是到底为佗冒出来。简单讲就是讲。我较早是我伫咧高中的时阵，我是高雄人，所以我高中的时阵是伫高雄读的嘛。我伫高雄读高中的时阵呢，我去参加一个迄个社团，就叫做古典音乐社，就是听迄个古典音乐的就对啊啦。迄个时阵呢，就捌到即个吴忠祥，就是我的学长，伊迄个时阵是社长。所以是我迄个时阵捌伊，过来就是迄个时阵的时阵，其实嘛无，迄个时阵我嘛毋知影伊甲台语有，伊足早就有即个意识啊，只是讲我拄捌伊的时阵，就是拢咧讲古典音乐物件嘛。其实伊是社长，所以就是伊要伊迄个时阵升年的时阵，就甲社团爱找一个人来接，就变做我接，所以我变伊后一任的社长就对啊。就是我接伊的社就对啊，其实阮个社人做只个才3个人尔，就是社长、副社长，搁一个社员安尼。伊做的时阵可能嘛，搁人较济一点嘛，可能5个人安尼。我做的时阵差不多3个人安尼。迄个时阵就捌伊，毋过伊离开迄个社团以后，伊就无搁转来啊。所以其实我高中就大我1年的时阵，甲伊有小可见面。到尾就伊就去读伊的册啊，因为伊嘛是做认真的嘛。到尾伫咧高中的时候，我到尾拢无拄着伊啊，就是伊拢咧读伊的册，我拢咧补我家己的代志但是算就是迄个时阵捌着对啊。到尾的时阵，阮迄个学校有迄个啥乡中青年嘛，就是迄个迄个社刊就对啊，迄个校刊啦，校刊内底伊就得奖，伊就得甲毋知第2名，应该是第2名、第3名，我袂记啊。伊就讲，伊就内底有写讲伊因为迄篇小说伊是其实伊毋是用台语写，只是讲伊的迄个对话是用台语写呢。伊就讲
迄个时阵伊入来的时阵，伊就写讲，咩啊讲啊？伊是感觉，伊感觉伊作为一个台湾人，伊无法度用台语写作，伊是一个足见效的代志。敢是安尼，我印象敢是安尼，但我即摆无去现迄本校刊，所以我嘛无确定讲伊的正确的字是安怎写。反正迄个时阵，我看到伊即句的时阵，是我头一摆思考台语文即件代志，是为迄个时阵开始。就是我迄个时阵想法是足简单，我的想法甲一般的人的想法应该拢差不多，就是我想讲用台语写较有可能。第一是我想讲用台语写较有可能，第二个问题是我想讲算写出来敢人看有，就是大概迄个时阵我高中的时阵，看到伊迄个这种的感言的时阵，我会想到是安尼尔。啊，结时间阁过足久啊嘛，就是过来就读大学就出社会啊，阁中啊过几啊年啊，到尾伊过来时阵就是足久以后，应该无足咩讲，就差我出社会1-2年啦。有一天我伫咧册店的时阵看到伊出册，我惊一跳，我想讲伊较早学生的时阵是写好耍的安尼，啊无想到讲伊竟然真正有咧写作，毋过迄个时阵是写华文的啊。啊，总是我就开始有注意到伊，我就想讲，因为我迄阵足久拢无联络嘛，所以其实无定我嘛算半袂记啊。啊，但是我看到伊的册以后，就想讲，哦，原来伊阁有咧写作，啊，我就开始想讲，有甲注意就对啊。啊，到尾啊，要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伫网络有真正有找到伊的网，迄个时阵是，迄个时阵阁无 Facebook 啊，迄个时阵是迄个啥物《民日报》吼，《民日报》是。伊有顶头一个网站，啊，伊写的文章拢是伊的小说，伊台语的小说。啊，我找到伊的时候，我惊着，我想讲，原来台语真正会使写小说咯。我是迄个时阵，我才头一摆看到全台语的小说。啊，但是我嘛无永远的去学台语文啊，就是只是讲我迄阵知影讲台语文会使写出来的尔。啊，阁过一段时间，我真正开始学台语文是安怎呢？因为我当我了解有即个台语文即个物件以后，我就慢慢有咧接触即个物件，我就小可研究，摸者安尼啦。我无真正学台语文嘛，无学台语，我只是知影有即个物件，啊，我会读寡相关的册，但是我嘛无真正去学就对啊。啊，结果我真正开始学台语文的原因是因为连前去中国迄件代志啊，就是迄天伊个时阵，我常种感觉就是我感觉我可能有一天会变中国人。就是可能中国真正来台湾啊！啊，我迄个时阵就有种惊吓，我感觉讲，因为我较早读过一寡册，我等者讲遐人的故事。我较早读过一寡人的册，所以我一直感觉，就是我迄个时候有一个恐怖的感觉，就是讲，安尼我是要安怎坚持我做台湾人？啊，为迄个时阵开始，我才决心要学台语文，因为当迄进前我其实就是摸者，我其实无真正学啊。啊，我迄个时阵才开始，我就去找迄个去册店找迄本啥物。一开始我毋知要看啥物册，因为即种册做迄个时阵嘛，即摆嘛无算济，但是迄个时阵佫愈少。啊，所以我一开始是想讲啊，无我至少甲字典读的，所以我就去找，毋是有一个单修无？单修有出一本足大本的迄个台语的迄个字典嘛。啊，我感觉伊本敢看起来有水准安尼。啊，我就甲买转来，我想讲无我甲字典甲读过就对啊。啊，结果其实迄本我嘛无读偌济，我可能读头前几页尔。啊，伊我开始读的时阵，拄着一个困难，就是讲，迄罗马字我看无，啊，罗马字看无，我想讲安尼到底是要安怎？结果我就开始找足济，比如讲去找讲入门的册啦吼，还是啥物，反正我就是如果网络找着的网站，我嘛拢会去参考，对啊，慢慢摸安尼。有一段时间，我是想讲，啊，无我背袂晓，我无直接甲字硬背起来，就算我呆落袂晓嘛，会使甲背起来嘛。迄个时阵我的想法是安尼。啊，总是不管安怎，就是慢慢学，总是学起来啊。啊，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迄个时阵就是我思考着，是安怎我学台语文的时阵，我其实无想着讲我做的代志是，可能足侪人拢可能是共款的心理去做的啊。只是讲我当初我开始咧做的时阵，我无想遐尼济，我只是就是一个我足惊我变做中国人即件代志。我的出发点是即个点，但是我毋知影
即摆少年可毋是安尼啦，我毋知因敢即袂要紧，因敢讲华语嘛袂要紧啦，因为就是因会定讲一个例，就是讲啊美国人嘛是咧讲英语啊，先啊美国人讲英语就袂使一个讲，啊英语美国嘛会讲啊，澳洲嘛会讲啊，对无？啊加拿大嘛会讲啊，啊像讲一定爱讲另外一种话，哦有人会讲即个理由嘛，啊我之前嘛想过即个问题，我也想足久，所以我到尾就要安怎解说，就是有一寡迄阵网络即摆逐个嘛咧讲，我已经想过迄落，即摆应该逐个拢知影的点，我等者后拄着我会小可讲一下，但是主要就是我要解说一个问题，就是讲，因为我共这几年的过程中，发现台湾人对即个民族主义有一个至少拄着两种问题啦，就是头一个问题就是讲，足侪人伊感觉以前去互骗去啊，你知影？就是读迄国民党的册嘛，啊伊就感觉讲，啥物三民主义头一个就是民族主义啊，对无？啊，三民主义内底的民族主义，就是讲要建立一个中华民族嘛，对无？啊，足侪人就感觉讲，啊，中华民族伊到尾因的想法就是感觉，啊，咱若要建国，就是咱都毋是中华民族，这个想法是对无毋对？但是，过来伊的想法就足恐怖的，过来的想法就是安尼。中华民族是假的，所以其实啥物民族拢是假的，所以台湾民族嘛是假的，所以拢是假的，所以无需要，就是一寡人的思考是为遮来，伊是为着反这个国民党以后，反这个三民主义以后，伊就反这个民族主义。啊，伊为着要反这个大中国的民族主义，所以伊就反所有的民族主义。这是一个思考的点，为足侪人我接触的足侪人是为这个点。生出来，所以因就感觉讲，台湾若要建国嘛，无需要啥物民族主义啊，对无？迄是落伍的物件。哦，这是我头一个我了解的，足侪人伊是思考是安尼。啊，第二种人伊是可能伊无思考这个问题，伊可能甚至独立这件代志对伊来讲嘛无定，所以其实无咧思考这个独立这件代志。可能因的想法是。可能是受到一寡即马现代即个时代即个西方的迄个文学啊，西方的迄个学术的迄个咩讲影响啦。因为民族主义即个词即马伫西方，我的了解，就算到即马嘛是无算一个好的字了对啊。啊，因即个源头就是因为因感觉讲一厝代志甲二厝代志拢是甲民族主义有关系。哦。啊，所以因感觉讲，就是有这个民族主义在造成这个战争，所以因就反这个民族主义。啊，既然民族主义这个是物件是无好的物件，啊，咱就搁去讲一个民族主义，咱就迄阵放杀掉这个中华民族主义啊，咱想搁家己去建一个台湾民族主义。这是我了解的另外一种人，伊无一定是有建国的想法，伊只是伊读这个西方的册以后，伊就去互影响着，就感觉讲，对啊，这物件是无好的物件，所以就变做有这两条理路就对啊。我的理解是安尼啦，可能佫有第三条、第四条我毋知影，但是主要就是这两个物件。啊，但是我是为头到尾拢无为这个思考去想啦吼。啊，但我自首就是讲，其实我细汉的时候，我真正有去读，就是我迄个时阵细汉的时候，我真正有读迄个三民主义的迄个啥研究本，我真正有甲读了。就是孙文的迄个三民主义，伊的民族主义到底是讲啥？我嘛真正有甲读了对啊。但是毋是讲我读了就支持伊啊，只是讲我有读过就对啊啦。啊，但是我的民族主义的思想并毋是受即个孙文的影响，我是过几来年以后有一天，就是有一段时间有一个叫做汉娜鄂兰嘛，台语要念我嘛袂晓念啦，英语是 Arendt 是吧？应该是 Arendt 嘛。伊的册有一本册叫做《极权主义的迄个起源》啊。我是读这本册以后，我才建立我这个民族主义的观念。因为同迄进程，其实我嘛无像因遐人，就是我嘛无反，我嘛无支持，我无反。只是因为我嘛无感觉有啥物好反的，但是我嘛无思考着讲这个支持的理由是啥。啊，我主要是看伊的册，所以我才理解着讲。到底啥物个民族主义？我主要的一开始的对民族主义的观念是为这Arendt 伊的册来而来啦。
伊内底有讲一个足大的重点，就是讲，因为迄本册伊内底嘛有介绍着讲迄个纳粹嘛，纳粹伊是为着伊是安怎生出来的，伊嘛有解说讲，伊这个物件甲民族主义的关系是啥物？因为一般的人拢会感觉讲，即个德国现在发动的第二次的世界大战的原因，就是因为民族主义嘛。但是你也有看即本册叫做极权主义的迄个极权啊，应该念嘛，极权主义的即个起源即本册，你也有看的时候，你就知影讲，其实即个希特勒伊其实袂使算是民族主义，这应该是足侪人的误解啦。啊，即本册最近嘛有出新的台湾嘛有出新的翻译的版本，其实大家也有兴趣嘛会使甲看，因为内底讲啊足详细，伊就是讲。即个民族主义内底有一个上大的特征啊，民族主义一个上大的特征就是讲，因为一个民族伊的人吼，伊爱有一个同质化，就是咩讲，即个社会人袂使差，互相袂使差伤远就对啊啦。就是讲，比如讲共款的语言啊，也是讲共款的思想啊，共款的历史的观念啊，是讲共款的即个咩讲文化的迄个传承。哦，理想是安尼啦，但是一般的国家拢无可能真正完全是安尼。但是伊的意思是讲，民族，咱一般即摆讲民族国家嘛 ，nation state 这个物件到底是啥物件 ？nation state 甲古早的国家到底有啥无共？还是国家敢一定拢是 nation state？这是一个会使探讨的问题。但是就是伊内底有讲一个重点，就是讲伊一个啦哦，比如讲大家拢知影有一个大英帝国嘛咧，英国这个大英帝国有无？大英帝国这个国家咧，伊足好耍的。其实英国其实无真正，就讲法律上其实无伊大英帝国这个物件。英国人因咧殖民全世界的时阵吼，伊足惊一件代志的，就是讲吼，伊做啥其他的人甲英国人南斗阵，你知无？所以其实因，比如讲伊若统治一个所在，伊嘛无希望遐个人拢会晓讲英语啊。上好你拢袂晓讲，袂要紧。因为你也要讲，变做你是我爱承认你是英国人，还是我爱承认你是英国人。所以其实因较早因咧统治世界的时候，因的想法就是英国是英国哦，英国就是迄个欧洲迄个岛尔。啊，其他因统治的所在拢是殖民地，啊，每一个殖民地你嘛会使甲当做是一个，就是一个咩讲半国啦。就是伊虽然毋是一个国家，但是伊就是甲英国是切开的就对啊啦。所以英国人因较早因一开始的统治世界的时候，因是安尼思考这个物件。啊，伊这个物件有一个问题，就是讲，伊是要安尼做呢？因为伊感觉，伊也怎讲全部的人拢会晓讲英语，是毋是？到尾就全部的人拢走来英国食头路啊？还是讲全部的人就是变人一国啊嘛？啊，尤其迄个时阵个乌人对无？因可能愈惊即件代志，讲乌人变做英国人，啊，英国就变做，可能一天变做毋是白人的国家嘛？所以民族主义伊个意思是讲，即 Aaron 伊的意思是讲，即个民族国家有一个特别特点，就是讲，其实伊无想要去，你知无？我英国是一个特别的啦哦，应该是讲嘛是讲英国是一个特别的啦，应该是讲正常的民族国家，伊是无希望去拍别人，因为伊去拍别人的时阵，比如讲伊加一个土地的时阵，伊去甲。这个人统治的时阵，伊要安怎对付这个人？伊是要甲当做是另外一批的人，还是讲伊是家己的国民？啊，伊是要同化因，还是无爱同化因？啊，伊也无爱同化因，是毋是？这个人一直感觉讲伊是立定的公民，所以伊就一直反嘛。所以一个正常民族国家，伊是无希望去甲人相战的，因为伊甲人战的时阵，伊会食一寡土地是。遐个人是甲伊无共的人，啊，伊要安怎统治遮个人，有即个问题。所以正常的民族国家应该是，伊是无那个征服是吧？我毋知台语要安怎讲，迄个要安怎讲，较顺啊。就是伊是无希望去食别人就对啊啦。简单讲，伊是一个正常民族国家，是无希望去食别人。啊，较早古早时代的时阵。古早时代，伫民族国家即个观念出现进前的国家，比如讲澳洲迄个时阵拍来拍去的时阵，因定定就是一个咩讲一个皇帝，伊管足侪所在嘛，啊，其实每一个所在
民族拢无共款啊。比如讲上名的，就是迄个奥匈帝国无。奥匈帝国其实伊统治迄个民族的人是差足济，就是讲内底的话可能几种以上啦。啊，伊的统治观念就是足简单，就是讲恁就拢过恁的生活对啊，伊是甲切做一块一块，就是每一块拢过因家己的生活，伊毋是一个完整的国家，伊是足侪国家连起来。啊，警察是对，警察是讲伊会派一寡官员去统治遐个所在，所以遐个官员可能爱讲德国话嘛，但是当除了遐个官员以外，其实一般的迄个人民是无需要学德国话啊。啊，伊嘛无，因为伊可能，比如讲我即摆即地是我的，可能过无偌久以后，即地佫去用抢去啊，对无？啊，所以我迄个所在的人，其实伊袂因为讲伊即摆改另外一个国家，伊就搁去学一个新的话啊。所以这就是毋是民族国家的情形，就是像安尼。啊，伫咧中世纪的时阵，就是欧洲其实足侪国家拢是即个情形。啊，因慢慢有即个民族国家的观念，就是因为感觉讲，因为即个国家伊也无一个同质化，比如讲，逐个拢讲共款话，还是逐个有一个共款的文化的即个传承的时阵，即个国家要讲，因为上尾啊，拢知影讲，到现代的时阵的战争拢是总体战嘛，就是所有的人民拢爱去战，对无？啊，但是你若准讲你的人民的迄个同质性足低的时阵，比如讲，你的班长叫你向前进，啊，但是你根本听袂咧讲啥，有可能会发生这种问题。啊，所以变做讲你的迄个战斗力就变作弱的啊。啊，所以因就会感觉讲，就是像咱到尾因的国家到尾拢会变做民族国家的原因，就是讲，因为因咧战争的过程中，因发现讲因安尼去甲人战，比如说现在上尾奥匈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放弃啊嘛，因为伊就是战斗力是上弱的一个国家啊，因为伊的迄个民族的身份是上复杂的，就是民族国家的迄个起源是安尼，啊，所以即个我迄个时阵读即个 Arendt 的册以后才了解讲，哦，原来是安尼，啊，所以伊想要讲迄个希特勒伊毋是民族迄个毋是迄个民族主义的问题，就是讲。希特勒伊即马征服即个规个欧洲的时阵，啊，过来要安怎？因为逐个所在讲话拢无共啊，对无？伊是要叫因拢讲德国话吗？其实无希望啊，因为其实是一个种族主义啊，因为伊的观念就是讲，咱即个德国人的血才是好的血就对啊。啊，所以伊的想法是上好，恁遮人就是永远互我统治。啊，但是到底实际上要运作，因为伊无成功嘛，所以我毋知伊到尾要安怎运作啦。但是正常的国家是无可能安尼运作，因为你变做你的迄个互你统治的人，伊感觉其实你甲伊是无共的人，就是你是外邦的人嘛，其实你是伊的敌人啊，所以这个国家一定是袂安定的啊。所以这个民族主义一开始发展的观念就是甲这有关系。啊，所以我即马就头一张啊，即张写啥物是建构有无？就是我看即张片较无迄落啊，较无趣味啊。我看后壁即个吼，只有一个即张较好耍啦吼。即张是较早讨论一个问题是，这 Eddie Fly 敢是加拿大的一个官员的，看我也无记毋着敢是安尼。伊讲台湾 is a country but not a nation 嘛吼。啊，但是这是迄个时阵下骹即个是美国的迄个国务卿有无 ？Tillerson 吼 ，Tillerson 是咩连我嘛毋知。伊讲台湾 is a nation 哦，伊讲的甲加拿大迄个官员讲的拄仔倒边啊。啊，就是即摆就是咧讨论讲，即个 nation 即个咱即摆翻做民族即个字啊，伊到底的意思是啥？哦，因为其实就是咱台湾咱讲，就是讲中文的世界，就是讲一开始日本人嘛是安尼翻的，就是讲 nation 一开始讲翻做民族嘛。啊，其实翻做民族有一个误解，就是讲，其实 nation 啊，英语来讲，其实 nation 有时啊伊的意思是国家啦，讲较简单就是安尼。nation 有时是国家嘛，比如讲国立大学毋是 national 啥物 university 嘛，
所以这个 nation 其实伊的简单的意思其实是国家啦。啊，像那伊会讲台湾 is a country but not a nation， 就是伊可能伊的观念可能是台湾是，就是迄个中华民族，这个加拿大的官员应该是安尼想的，所以伊才会感觉讲台湾毋是一个 nation 啦。啊，这个 Tillerson 伊是安怎讲台湾是一个 nation， 这是美国，这应该是美国人的立场啦，美国政府的立场，是一个 nation 啦。哦，啊，我卡到一张迄个，我看者无写。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就是讲，比如讲咱英语咧讲，一项什么国籍有无？什么国的籍啊？英语是叫 nationality 嘛，吼 ，nationality 就是甲即个 nation 共款嘛。啊，毋是照中文来翻应该是民族籍啊，就是你的国籍其实就是咧民族籍啊。啊，所以是啊，美国人讲台湾 is a nation 有无？其实嘛是某一个意思的，讲台湾是一个国家啦。但是这个国家就意思有点乱啊，就是讲到底这个国家的意思是啥？因为英语有三个字嘛，我遮有写嘛，一个是 country， 一个 state， 一个 nation 咯。啊，这三个字有时用啊足乱的啊，因为我感觉英语本身嘛用啊足乱的。这个 state 伫美国人来讲，因也讲是 state， 因可能是想着什么州什么州啊。啊，但是这个 state 伊本来的意思是一个国家无毋对啊。啊，我用一个例就是，我定用一个例就是讲，这个 nation 甲 state 最是一个较平常的字啊，咱喷喙咱就莫管伊啊。喷喙是当就是甲咩讲？啊，无啥物政治的意义伫内底，所以这个字先莫管伊。主要是 nation 甲 state，nation 甲 state 的关系是啥 ？nation 就是迄个国家的形体，迄个国家的意啊，就是讲，这个 state 就甲迄领衫共款。安尼我毋知影大家有法度了解迄个意思无？这个 nation 呢，伊有可能是无。一个 nation 有可能是无国家的，无咱的，无即个咩讲政治的国家，无即个 state 啊。即个 state 就是有一个政府的所在，才叫做 state。啊，即个 nation 有可能无政府啊。这两个差别伫遮。啊，差一对就是讲，但是即个 nation 的差别是讲，即个 nation 的人，伊即个同一个 nation 的人，伊拢有一个感觉，就是讲，咱是共一体，咱是共一国的啊。用台语，其实台语讲共一国的意思共款啊。对我说，毋是讲我要甲你共国有无？我要甲你共国，我要甲你共国，我要甲你共一国有无？这个国就是 nation 的意思，就是我甲你共一国的意思就是 nation。啊，但是这 state 伊是一个政治的观念，就是讲伊要有一个政府的存在才叫 state。啊，有一寡民族伊是有 nation， 但是伊无 state。一个即马一个上名的就是迄个这个库德族呀，库迪斯坦嘛吼。科迪斯坦因就是一个 nation， 但是因无 state。因拢迄阵想要建国啊，但是因无一个国啊，安尼就是一个 nation。是咱先莫管这个民族这个观念，因为足侪人因为中文这个民族，大家拢会乱去啊。啊，一个原因就是讲，其实因咧日本人因较早因一开始的时嘛，甲这个 nation 翻做民族嘛，啊，但因感觉这个翻法无介好啊。所以因即马有一个方法叫做国民呐，即个 nation 嘛有国民的意思。哦，一个上名的例就是即个例有无？即本是一个世界有名的册。等下，我哪跳出来？即本册有无？第三行即个册有无？即个册叫做《国富论》嘛，国富论安尼念啊，国富论呐吼。啊，伊即个名，逐个英语的无拢无甲特别去想，即个 nation 同遮是啥物意思 ？The way of the nations， 即个 nation 是啥物意思？你也去看有一寡册因会甲翻译的时候翻甲做详细，其实是国民的意思哦。伊毋是国家哦，伊甲翻做国民啦，但是就是因为即个 Adam Smith 伊的想法就是讲，即个 nation 伊要研究一个国家，每一个国家伊的财富是安怎来的，
所以这个毋是这个国家，但是有人甲翻做国民嘛是对的哦。英语这个 nation 嘛有国民的意思，就是一般的国民啦。所以即马日本人伊有时会甲这个字翻做国民啦。啊，这个国民到甲咱一般的人民的差别咧倒位咧？就是我拄仔讲的这个同质化的问题，就是讲，咱去学校上课的时阵，老师会甲你教讲啊，你是倒位人嘛？比如讲你是中华民国的人，对无？啊，咱来学这个中文嘛，所以这个中文就是生啥物姓的啊？这咱的国文有无？其实国民党做的这个代志是全世界的民族国家拢做共款的代志啊，只是讲无人像伊咩讲，伊是咩讲，伊的情形甲其他的国家无共的所在，是因为伊是一个外来政权嘛。啊，其他的国家伊毋是一个外来政权，所以因安尼做，较无较奇怪，但是因为伊是一个外来政权，所以较奇怪。啊，无其实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因一开始咧建立的时阵，就是甲即个啥我讲伊有关系，就是因为伊伫遐教你教一个国文以后，逐个即个规个国家的国民会使互相讲话嘛。啊，所以在即个国家才有法度运作啊，无要，比如讲我即摆要甲你，我即摆要做啥物代志啊？我政府甲你发一个法令，还是一个命令啊啥的时候，叫个国民听无对无？啊，就逐个拢准祖煞，无人去插伊啊。啊是讲，比如讲，即个国家的国民啊，讲的话无共款的时阵，因去国会开会的时阵，伊嘛毋知要开啥物会啊，因为逐个就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啊。啊，所以其实一般的国家拢是，即个 nation state 拢有一个国家，拢有一个，因虽然无叫做国语，但是其实就甲国语差不多共款的物件。啊，所以就是讲，即个 nation 伊是为啥来的？伊是重点是迄个同质化的问题。啊，我即摆讲偌久，我甲我讲足济啊呢，讲半小时啊。吼啊，所以咧，我即摆要讲到倒去啊。啊，但好，先看一句好啊啦，因为有人会一定会感觉一定会反抗即个物件嘛。啊，这是一个法国的迄个思想家，伊咧讲即个 nation 的意思啦。伊的意思是讲，其实 nation 是一个逐工的公民投票，逐工的公民投票，就是讲，比如讲，咱即摆成立一个 nation 啊，对无？咱即摆一个国家，咱成立一个国家，啊，但是有的人可能无，有人可能反对啊，比如讲。英国嘛有即个问题啊，比如讲苏格兰伊想要独立嘛，对无？啊，因来去，因就开始，伊嘛有真正国民投票啊，就是要离开即个英国嘛，因为伊感觉我甲你无共 nation 嘛，对无？所以我要甲你建一国，哦，啊，所以即个 nation 伊可能无法度是永远的啊，因为有时啊有足侪啊，但是因为苏格兰伊进前伊较早是一个国家啦，所以伊想要独立是有伊的原因的，伊是有一个。历史上的一个迄个，比如讲卡塔，迄个啥，西班牙毋是有一个，即个啥，加泰隆尼亚，卡塔兰嘛吼，卡塔兰因较早嘛是一个国家，伊是到尾去互西班牙加入去的，啊因一直保持着因的即个 nation 的即个迄个咩认同，所以因一直想要离开西班牙，是足早以前就安尼啊，毋是即马才发生的代志。啊，所以这就是一个 nation 的观念，就是讲 nation 伊嘛有可能会分开啊，毋是一个绝对决定性的对啊。像讲中国人一直讲，啊你嘛是中华民族啊，毋过台湾人即马无想要做中华民族，敢袂使？就讲台湾以前是中华民族好啊，就讲真正有一件代志好啊，我无想要做中华民族，敢袂使？民族现在是一个大家的公民投票嘛，因为人即个社会一直变化。所以思考的想法是可能一直变啦，无一定讲一定是安尼，吼，这就是即个 nation 有即个迄个啊，过来遮就是即个讨论啦吼，啥物是民族嘛？因为咱一般人会对 nation 用中文去理解即个民族即个物件，啊，但是遮就有一寡物件，比如讲文化团体、中华文化，啊，但是中华文化是啥物意思？哎，即个回族即个啥物意思？所以其实你若去了解，你会发现讲，比如讲中国因咧建国以后，伊嘛是会，因会去找出讲啥物叫代表中华文化物件嘛，就甲国民党较早做代志共款啊，因会去找到底啥物代表中华文化物件，吼。
即文化团体的观念，还是讲语言团体，比如讲阿拉伯的人，伊拢讲阿拉伯的话对无？安尼是毋是同一个 nation？啊，毋过伊即摆建过来的国啦吼，但是到底是因的关系是啥物？因较早嘛有统一过哦，比如讲埃及甲迄个叙利亚无？叙利亚因较早嘛捌统一过，啊，到尾可能运作了无啥会下，佫分开啊。啊，比如讲海山嘛吼，伊迄个时阵谁去拍迄个科威特，伊嘛是共款的理由就对啊。伊是讲啊，咱是共一个民族，咱是阿拉伯，伊要甲规阿拉伯统一起来，伊的观念嘛是共款的吼。啊，这也是种即个血统的团体的犹太人有无？犹太人足强调即个血统的观念嘛。其实伊同即点啊，这我也莫批评啦。反正这物件嘛是迄个耶伦提有一本册就是叫做迄个啥艾希曼嘛吼，在耶路撒冷啊吼，就是咧讨论即件代志啊吼。伊头前就会讲即件代志，这我就莫讲啊吼。啊，即个政治团体，美国人可能就是即个观念，伊感觉美国就是一个政治的团体嘛，安尼就是一个 nation 啊。啊，毋过因是因为因的种族啊，是因的文化，是因的，因即摆可能连语言嘛开始无共款啊。所以因即个美国人即个政治团体的即个 nation，到底用啥物做代表，毋知影。有即个可能有即个问题啦吼。所以迄个有一个叫做杭廷顿，我毋知影逐个敢有了解即个人，就是写啥物文明啥物冲突论有无？文明冲突论的即个美国的一个教授，伊阵翘起啊吼，啊伊迄个时阵伊就是伊的上本册就是咧讨论讲，咱到底是啥？即个咱是讲美国人啦，就是美国人到底是啥物是美国人？对，美国人到即摆有即个问题，到底美国人是用啥物定义？伊无可能是用文化嘛吼，伊的文化实际无完全共款啊。语言本来是英语，但是即摆有西班牙语对无？啊，万能西班牙语人愈来愈侪啊，到底过来美国人是用啥物？啊，迄当然是无可能啊，所以即摆就是对伊来讲上大的问题是文化甲语言，因为语言本来是英语，但是即摆有西班牙语。啊，文化伊本来美国人的文化是基督教新教嘛，但是即摆有天主教，就是迄个西班牙迄个啊拉丁美洲的人因来以后，因信迄个是天主教的人愈来愈侪啊，所以伊就有咧问即个问题，讲到底啥物是美国人？哦，啊，过来。是即个民族主义当然有当会起笑啦吼，我即个例是较无好咧，但是互大家看者，就是我之前看一本希腊的历史的讲的吼，即个希腊民族主义伊就是即个啥，伊这足奇怪哦，伊这三个所在拢无共款啊。哦，即个克里特岛会晓讲希腊语的人，毋是希腊人哦，毋是哦，因为伊可能是回教的，伊就无算啊。啊，但是比如讲，即个马其顿的所在，袂晓讲希腊语的人，吼，但是伊是东正教徒，伊嘛，伊即个头前是看宗教的嘛，即个克里特是看宗教的，你宗教是东正教，你就是希腊人就对啊，因为伊拢会晓讲希腊文话，啊，但是即个马其顿伊就是伊即个马其顿即个所在是。大家拢是东正教的人，所以就分讲，你会晓讲希腊话的人才是希腊人，啊，你也袂晓讲希腊话就毋是希腊人。啊，上下骹上奇怪就是这伊斯坦堡，伊就是因遐会晓讲希腊话，啊，伊嘛是东正教，但是伊认为伊是土耳其的人就对啊。这是因较早因就是种情形啊，即摆可能较无即个问题啊，但是因当初建国的时阵就有即个问题，就像讲即摆定人讲台湾人是足侪袂晓讲台语嘛，啊伊嘛是台湾人啊，迄个颠倒是，比如讲东南亚还是讲福建，一寡人会晓讲福建话，也是迄个啥物的时阵，吼，伊咧讲闽南语的时阵，毋过伊毋是台湾人，就即种甲即个情形有一仔像啦，所以台湾的问题较复杂啊，吼，甲希腊有一仔像啦。啊，这个无啥物好讲吼，我搁啊，这我讲一下故事啊，这就是我是爱记这三个例有无？还有一个咧是卡夫卡，大家较有听过啦吼。卡夫卡伊就是较早伊迄个时阵伊住咧捷克嘛吼，啊伊其实伊袂晓讲
迄个捷克的话就对啊，伊其实袂晓讲啦，无啥会晓讲啦，毋是袂晓，伊可能小可听有，但是无啥会晓讲。啊，结果有一工，我以前捌看伫本册内底，伊就写讲有一工伊放学转去厝的时阵，爱伫咧路中，伊的时阵因为捷克因要争取独立嘛，所以其实因因遐人定定会伫迄个路就相拍，就是讲德国话的人，就是德国人甲迄个捷克人因就相拍对啊。啊，结果这卡夫卡伊就经过的时阵就去互掠掉的啊，哦，啊，迄捷克人要甲拍嘛，要甲推就对，啊，结果可能去互伊的厝边看着，啊，伊的厝边就讲伊是咱的人，伊是咱的人安尼，啊，所以伊全无去互拍。哦，这个故事我感觉这个故事做有迄个咩讲象征的迄个意义内底就对啊，就是讲这个阿斯卡伊吼，伊到尾啊，我看伊的册啦吼，看伊迄个人家访问的一个迄个，伊较早有捌一个小朋友甲写一本册，讲伊甲伊一寡故事，伊较早伊甲伊斗阵的时阵一寡故事，啊，伊就讲伊去卡夫卡因兜，伊发现讲，伊有咧订杂志哦，伊有咧订迄个捷克的话杂志就对，伊有咧研究咧，所以讲伊无使晓讲，但是伊嘛是有咧研究啦。所以其实我是感觉伊心内是足希望伊变做一个捷克的人啦，但是因为伊当晓讲德国话嘛，啊，但是伊是有心的对啊，哦，这是头一个咧。啊，第二个咧，就是我一直讲连前去中国的时阵，我迄个时阵一想到是这个咧，这个叫切兰的人。这个切兰伊是伫咧罗马尼亚出世的，哦，啊伊的母语是，其实伊的母语是德国话啦，因为伊嘛是犹太人啦，这两个拢犹太人。啊，这个切兰伊就是伊嘛晓罗马尼亚的啦，啊，毋过伊就是袂晓。希伯来话就袂晓啦，吼，希伯来话伊袂晓。啊，结果咧，因兜就是迄个时阵，二次大战的时阵，去替咧杀死做侪德国迄个犹太人的嘛，吼。因兜的人敢嘛死咧内底。啊，但是伊就产生一个足艰苦的问题，就是讲，伊有一首诗作名啦，吼，就叫做欧式的赋格啦，吼，欧式的赋格，吼，就是。伊迄个诗内底的意思就是讲，就是咧形容即个德国人诶杀即个犹太人的代志。啊，所以就是咩讲，就是其实伊可能心内是艰苦，因为伊德国人甲因兜规家杀死以后，伊变做伊嘛是去继续用德国话咧写即个诗，但是其实这是伊敌人的语言了对啊。啊，所以我迄个时阵，我是爱学台语的原因，是因为我想到即个故事，我就感觉讲。我有一工变做我当会使用华语的时阵，就是准讲啊，像讲中国真正拍来，就变做是，就是迄个元首人的语言啊嘛。啊，所以我感到爱遮尔可怜的对啊。但是我感觉我阁有通啊选择啊，因为像这切咱伊是无通选择啊，因为伊迄个时阵，伊虽然嘛是会晓。伊嘛是会晓迄个法国话，到尾伊后世人拢住喺法国嘛，伊嘛晓法国话嘛，晓德国话嘛，是晓迄个，但是就是袂晓希伯来话啊。啊，过来就是讲，因为伊是写诗的，啊，伊就是讲，伊是要用迄个德国话写诗的。伊讲其实诗人伊是无法度骗家己的啊。啊，是因为伊住喺法国嘛，其实伊嘛晓法国话，伊嘛会使用法国话写诗，啊，是爱无用法国话写诗。伊讲伊的意思是讲，你若用毋是母语来写诗的时阵，你家己会感觉足假，你一写你就知影你写物件是无得价值的，所以伊只好写德国话的诗啊。哦，这就是切咱的故事，所以我就是因为伊的故事，所以我感觉我一定要学台语文，这是我的迄个出发点是为这开始。啊，上下骹这个是一个爱尔兰的迄个。诗人嘛吼，叫 Samuel Heaney 哦，毋知是叫 Heaney 嘛吼 ，Heaney。伊就较特别来，就是因为爱尔兰即马大部分人拢讲英语啦，因其实爱尔兰会晓讲爱尔兰的话的人足少的。啊，伊有一年就是伊发生一件代志，就是讲伊迄个时阵，伊有一首诗去用收入迄个啥，20世纪的迄个
有名迄个英国诗人的诗集就对啊啦。有名倒一个出版社甲囥喺内底，啊，伊就足袂爽，伊就去抗议讲，我毋是英国人，袂使甲我囥喺内底啊。啊，毋过我会记伊敢就是，伊其实伊是敢是伫北边的迄个爱尔兰出世的敢，我无记毋着敢是安尼。伊是大汉以后才转去迄个南部去迄个共和国去大，敢是安尼。所以以后伊出世的所在，伊其实嘛是算伫咧英国哦。啊，毋过伊就是，意思讲，我是记即个是因为我感觉台湾人就是无，可能有一寡人伊无想过即个问题，就是讲，你继续用华文来，继续用中国话的迄个结果，就是讲，你虽然无希望你用囥喺中国的历史内底，也是你无想要囥喺个文化内底，也是你无希望囥喺中国的文学内底。啊，毋过你明明就写中文啊，所以我甲你囥来是拄啊好尔。甚至甲你囥入来人感觉讲这是咧讹落你啊，对，表示你写作好，毋知囥喺内底。这是我就是感觉可能足侪台湾人无对即件代志无一个认知着啦。我毋知因若听到即个故事，因的想法是安怎，我是毋知啦。反正这就是我甲这三个人囥喺遮的原因，就是这三个故事。啊，过来这就先这即摆逐个定讲。啊，过来就是有人个喺吵讲，啊，台语嘛早讲台语的人也毋是全部台湾人啊，啊，谁台湾的对即个 nation 爱用台语啊？啊，毋过恁看即个比例啊，这是逐个较有较定定听着有无？就讲越南即个民族就是因的主体民族，因就是咱即摆讲越南语，就是因即个民族咧讲的话就对啊。伊是占85%，哦，啊，泰国较悬啊，泰国95%。啊，台湾哦，1915年统计的时阵86%嘛，10年的时阵统计是81%，安尼有变较低。啊，这乌克兰77%，哦，啊，这爱沙尼亚愈低，这才68%尔，对无？我听过一个上较含的例，就是伊朗啦，伊朗就是迄个。因的主体民族是波斯人嘛吼，波斯人差占一半尔，拄啊差一半，才50%左右尔，安尼。啊，这可能我这应大家拢足了解，我就无讲啦吼。啊，过来一下。哦，有一寡人会讲啊，美国人伊嘛爱讲英语啊，英国人嘛爱讲英语啊，啊，啥讲英语袂使，共种话袂使见另外一国啊。啊，这就是我进前看的一本册，伊记的即个例就对啊。伊的意思是讲，迄个拉丁美洲的国家有无？因啥咱因的经济无好，这嘛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讲，其实因遐的人因若是无咩讲，因若是比如讲这个国家经济无好的时阵，就会离开这个国家啦。因为因个拉丁美洲的迄个咩讲，就是国家足济嘛吼。啊，逐个拢讲西班牙语啊，啊，所以伊要耍足好耍的嘛，啊，所以变做讲，即个国家经济无好的时阵，厉害人拢耍出去啊，啊，耍出去啊，即个国家咧无好啊，佮厉害人佮耍出去，啊，即个国家的经济就袂好啊，啊，所以因就是安尼耍来耍去，叫上尾啊，就是因的规个拉丁美洲本身的情形是安尼，啊，即个霍布斯邦伊的研究就是讲，伊发现讲。因这个是拉丁美洲这个国家，其实因的迄个国家的迄个认同足弱的啦。因其实无，因嘛毋知，因为因甲因隔壁国家拢差不多啊，所以到底因这个国家到底是甲隔壁国家差在对，所以变做讲，其实对因来讲就是甲咩讲，大概情形就是安尼，有一下用一下用甲台湾较接近的，就是讲。进前是迄个时叫做台商去中国投资嘛，啊，足侪人问讲是安去中国投资嘛，其理由，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足大理由就是用语言的原因嘛，啊，这就是甲即个拉丁美洲的例是差不多的情形啊吼，所以有即个问题啊，比如讲
其实白是讲用伊的国家来讲，伊嘛是会刷来刷去啊。所以你伫咧美国，你的迄个哈利坞内底，你会发现足侪演员是为澳洲来嘛。这应该大家拢有了解这个情形啦吼。啊，这是我进前伫咧网络看到的，这图这个来这会较有写完位对来。这张图足好耍的啊！我看这个图，我感觉较趣味的是伫这个菲律宾啊。一般的台湾人拢会感觉菲律宾人，甲就是菲律宾的国家散掉，感觉菲律宾人甲无啥物路用安尼。啊，毋过菲律宾人伫美国是比甲差印度人尔，你看因读遮济，因会趁钱的能力是安尼。啊，等到日本人伫遐，等到佮比菲律宾人佮比袂过，哦。啊，这要讲啥就是因为我以前咧思考这个问题，讲，第三世界国家啥样的国家发展袂起来，这可能嘛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菲律宾嘛是有这样同款的情形，就是讲，因的精英大部分拢是会晓讲英语、讲法语，也是讲某一种迄落怎讲，某一种强势国家的语言啦。啊，所以其实，因若这个国家大了无，伊也感觉因国家无前途，因就走出去啊。啊，所以菲律宾伊可能就是因厉害的人就走去美国啊，所以菲律宾人厉害人伫美国，你看嘛是照够趁钱啊，毋是讲菲律宾人无，就即个国家的人就一定无路用，只是讲因厉害人走出去以后，因伫咧本地所在的人就变做，佮人才愈少啊嘛，因为人才走出去啊，哦，这就是，就是讲啥一个语言甲一个要讲第一个，即个民族主义，即个语言，即个关系其实甲经济有一点关系啦，确实是安。啊，这是想要这是啥？我后壁无啊，等下一张嘛。这敢莫讲？这是我最近加起的。对 nation state 有，因较早上早爱讲这物件，有一个讲法叫做 one nation one state，就是一个 nation 爱有一个 state 嘛。哦，啊，迄个李登辉的时阵叫两国论无？两国论的时阵，伊是 one。伊一开始甲是 one nation two state 啊，我看这个有抄。two nation 哦对啊，第这我才有写嘛吼。两国论头一届，因咧报纸要问的时阵，伊咧英语的报纸讲我到底安怎报的时阵，啊，迄个时阵外交部是讲 two states in one nation。这个观念就是，就一个中华民族有两个国家啦。这应该嘛是，到目前为止嘛是台湾的主流啦。我感觉台湾人即摆嘛是安尼思考，足侪人嘛是安尼想的。对，感觉讲中国是家己人嘛，哦，有因可能是 one nation 的观念啦 ，two states 嘛，吼，因可能是安尼的观念。啊，第二个这个，到尾可能李登辉愈想愈奇怪，感觉安尼嘛无解，讲这个 nation 甲愈讲愈乱啊，所以就改做 special state to state relationship， 改做安尼，哦，就无爱去讲迄个 nation 的问题啊。等下甲啊，所以这个理想是 one nation one state， 但是无一定是安尼啦吼。啊，伊是安尼理由，就是我拄仔讲的，因为你也共一个 nation 一个 state 的时阵，即个国家稳定嘛。就台湾即摆就是 two nation one nation two states 嘛，对无？也是讲有只复杂啊，对甲中国的关系是足侪人对足侪人台湾人来讲是 one nation two states 啊，就是共款拢是华人嘛，吼，共款拢中华民族即个问题。啊，但是白是伫咧台湾内底，可能嘛是，总讲台湾是一个 state 好啊 ，one state two nations 啊，一种是主张我是中国人，一种主张我是台湾人嘛。但是主张中国人的人即马少啦吼，就安尼差喺遮尔，人数的差别尔，就是有即个问题啦吼。但是理想当然是 one nation one state 啦，哦，安尼就无种甲像高高甜的问题嘛吼。但是我较淡毋知啥时阵会变安尼啦吼。
啊，这个第二个就是这个天的观念嘛。咱搁所以剩三分足容易的，感觉钟吼，讲这个 nation 这个字足恐怖的嘛吼。下大咱搁剩三分钟，你甲 wrap up 好嘛？你甲结束啊吼。啊，这个下骹这个 football nationalism 就是因真正有人为着踢打球相争啊。哦，啊，过来是啥？美国人是啊无，其实美国嘛是有 nation 啦，只是因无强调这个民族主义，是啊因无强调呢？因为美国的迄个社会复杂度足悬的啊。简单讲就是安尼，好，啊，所以因着无希望去讲这个物件，因为若要讲这个物件，因着讲袂煞啊，大概是安尼啦。哦，我今仔先讲到这。多谢好多的即个精彩的分享哈。啊，尤其是即个 nation 哈，到底是要怎翻译哈？是要翻译做现代国家吼，还是要翻做民族，还是啥物款吼？啊，我是有去 Wikipedia 甲查一下吼，啊，伊的定义吼，大概是讲有一个 community 吼，啊，你用共款的语言、共款的价值观、共款的遮个生活方式吼，啊，遮个人叫做 nation 啦吼。所以若照英文的即个定义来看吼，nation 可能是翻做民族吼，较合啦吼。嗯啊，我讲你拄则你讲的李登辉迄个想法，我第一遍听着吼，伊讲的嗯英语安尼吼，我感觉你讲的咧诚趣味，咱逐个当过来讨论看卖啊吼。所以台湾和中国若讲照李登辉即个两国论吼，到底是即个 one nation two states 吼，安尼就是讲啊，著拢华人就好啊吼，啊，著分一个中华民国，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论吼。啊，甚至讲即个中华民国个改名，改名就好。啊，本质上嘛是一个华人民族，啊，两个无共款的政体，吼。啊，我想若李登辉以后是哪较要搁改做特殊的国甲国的关系，啊，若照即个理路安尼甲看，咱就可能会当去较了解讲李登辉是哪要讲即个特殊国甲国的关系吼。好，安尼无咱是毋是咱请即个单位兄你敢有啥物问题要来问，还是讲你有啥物要来发表吼？啊，落去咱较请即个林艺虎医师吼，先来发问。啊，刷落去咱就是开放互大家来问问题，还是讲来自由讨论安尼？好，无请单位兄。多谢夏先生啊，甲梁光兄吼。这问题吼真复杂吼。这个国家甲民族吼，我想伊变做真复杂，因为吼，经过真济这个政治家还是政客吼，或者是统治者的操作啦，吼甲明明无共文化、无共语言的人，伊甲讲是伊的人，就讲中国人来台湾了后，讲咱台湾是中国人吼，台湾人是中国人，用即个方法吼，民族的即个迄个来变做国家，啊甲安尼变来变去吼，要为着伊统治的目的安尼吼，像讲中华民族根本都无即个物件吼，啊中国人孙文还是啥物人来发明即个名词，啊来便利伊统治即个无共族群的即块土地吼，所以这是即个问题诶，近代诶问题，即个发生诶，我想是主要的源头啦吼。但是呢，好佳在，咱即卖世界诶文明吼，进步到一个程度吼，已经我认为啦，已经渐渐地超过即个国家甲民族诶即个界限就对了吼。啊，进入去啥物界限？进入去即个人本主义诶界限，就是讲人诶价值甲品质超过民族甲国家。所以即摆你甲看国际政治上，你会当用人权的问题来批评
美国会当用人权的问题来批评中国的政治，会表示讲中国人生活的品质超过中国人国家的资源，所以这是一个真大的进步。咱若认同这个民族甲国家的这个，就较无遐重要去啦。较无遐重要，我认为较无遐重要。当然，伫实际运作上也有真大爱注意的所在。但是都根本上伫咱概念内底无遐尼重要。人文主义已经超过这个界限啦，这个所以咱台湾咱咧讲建国，今仔讲即个建国建国是即个咱台湾，咱拢话讲台湾需要建国但是呢，即个建国了后，咱要创啥代志我认为讲咱需要建国，因为咱是现在即个国际上，咱需要国家即个地位来保护咱的生活，所以咱需要建国。但是另外一方面，咱阁无需要国家主义，迄个传统的国家主义这是咱台湾即个建国即个小可听起来较矛盾的所在啦我最近有听到一个人咧讲一项代志，我感觉真有意思，就是讲，伊咧讲恁台湾人，还是讲咱台湾人，话讲要建国，伊咧问讲，你建国了要创啥代志？是毋是甲即个中华民国改做台湾共和国，安尼代志就煞？伊是问即个真深刻的问题啦，伊的结论就是讲，伫即摆即个现在的状况咱爱阁进一步，就是讲，咱台湾人真正国际上得到建国国家即个地位法律的地位，还是国际地位了后，咱真正要创啥物代志伊是讲安尼伊的建议就是讲，咱即摆伫也未采取得到咱应该得到的国际国家地位以前，咱应当就爱来开始做即个建国的代志，就是讲咱的文化、咱的语言种种会当提高咱台湾人生活品质的代志，咱即摆就应当爱来做这就是建国的一步，所讲一步。所以建国毋仅是即个名词的问题，是你即个实在要做的代志归根讲起来，就是要提高台湾人的生活的品质。就是讲，结果你讲倒转来嘛是人本主义人的价值、生命的价值超过国家甲民族，这是一个议题就对了讲到语言拄则夏先生讲的，我感觉真趣味我请教一下，你讲到啥物战争引起你对语言这个意识的一个真出现的转变？迄个我听无清楚，是啥物战争？你讲上尾是一开始？连战啊，伊讲连战去中国。你讲连战的代志啊？连战的代，安尼我即个战听毋着是咧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咱台湾语言这个问题就是讲，这个阮最近伫托朗多有一个台语研习会内底有讲到一则讲，这个白话字的比较历史观啦咧比较讲世界5个无共母语的文字安怎为民间真无地位的状态发展变做官方的文字咧比较的结果就是讲这个
即个族群诶语言甲文字诶发展吼，甲伊诶反殖民诶抗争足有关系。吼，即个反殖民即个抗争会真正会是支持母语发展诶一个力量。吼，这是一点啊，我误解你诶实个吼。啊，过来你讲到即个三个犹太人因诶语言诶经验吼，这我是感觉我足熟悉。其实吼，咱台湾人经过共款诶经验吼。第一就是即个 check 即个 Kafka 即个人吼，啊，伊因为敢若会晓讲德语，袂晓讲 check 诶语言吼，遇着困难吼。啊，这咱伫台湾拜算共款，你伫街仔路吼，咱台湾人咧拍中国人，还是中国人拍台湾人，拢用台语甲你问，啊，你来印华语印台语印袂出来，你就互拍吼。啊，颠倒兵嘛是安尼啦，这是共款的情形吼。啊，另外一个情形就是讲，即个 Sela 吼，伊是犹太人吼，啊用即个伊的母语是德语，但是吼，伊袂晓伊的母语，伊的族群的语言 Hebrew 吼，啊，所以但是呢，伊坚持用母语，伊的实质上的就是讲德语就着伊的母语吼来写文学啦，吼，不得不，但是为着文学艺术的要求，伊甘愿用德语来写，因为伊法语写袂较好，吼，其他的语言英语啥话伊捌，但是袂当写到遐水气，吼，这我感觉我足同情伊，吼，这实在是足实际的情形就对啦，就是讲你若要写文学吼，写个真正真优柔，吼，啊，写甲社会真接近的时阵，即个母语实在是上介好的书写的语言就对了，吼，啊，比如讲我到即摆为止，我真罕伫用英语写，因为吼，我感觉讲甲用我的母语台语来写吼差真济啊，吼，这是我相信毋定是伊的经验，真济人拢有即款的经验，吼。嘿，好，安尼我讲到遮就好。好，吼，好，真多谢即个陈瑞兄的即个分享哦。我特别对你咧讲吼，即摆即个咱即个人类的文明吼，已经进化到讲用即个人权的思想吼。啊，搁有一点你搁讲，啊，到底建国是要安怎吼？要达到啥物款的目的吼？啊，这互我想着，我差不多20-30分前吼，去一边听迄个郑义玉牧师的来洛杉矶的演讲。啊，伊的演讲的题目吼足趣味啊！吼，伊是讲台湾国的理想吼，甲理想的台湾国啦吼。咱搁甲想看，这可能无讲足好了解吼。伊讲台湾国的理想吼，甲理想的台湾国吼，啊，这就是拄仔咧论陈瑞兄你遮咧讲的问题，我若无理解毋对去，就是讲足侪人吼有一个建立台湾国的理想，啊，毋过敢有去论甲讲想讲，啊，到底一个理想，咱即个未来即个台湾国，即个理想的台湾国吼，足理想的台湾国，足好的台湾国是啥物款的？是啥物款的境界啦？吼，所以我是讲拄则你咧讲的，我去想着即个话。啊，毋过我想即个伊咧台湾喙青吼，台湾喙青迄首歌，伊作词内面吼，我感觉讲伊尾仔吼，伊尾仔伊有家己讲啥物是台湾国的理想吼，伊就是讲吼国民向前吼，贡献才能，就是讲咱所有做一个台湾国的国民吼，就是爱贡献互即个人类啦吼，贡献互迄个全人类吼，啊，当然就是爱先家己有一个国家，有一个自主吼，一个主体性，安尼来发挥啦吼。
好，安尼林医师，你即摆讲话敢有方便？即摆讲话你敢有听的？有，嘿，有吼。OK，我是要讲即个民族的即个issue啦吼。我想头仔大家拢有讲着，讲迄民族的定义是真困难嘛吼。所以最近吼，毋是最近啊，即嘛几啊十年啊，有人就讲以即个公民吼 ，citizen 来做即个做即个或者民族的定义啦，对，卖用民族啦，用或者 citizenship 来做即个族群的即个定义安尼啦。所以我咧想讲，台湾吼，看是要用，卖阁用啥物民族啦，看要用国族还是讲大民族，还是讲 citizen 族吼。起底啊族，哦，还是讲国族，还是政族、公族，即款的名词来用，会看会当，迄个即个避免伫遐咧争论讲民族到底是啥物是民族的定义安尼啦，吼，就靠即 citizenship 来做一个定义，安尼不定就当避免。第二点，我的想法就是讲吼。从美国来讲，虽然伊宪法并无定讲英文是美国的即个语言 ，however， 即马公家的即个语言就是拢嘛是英文，但是伊无禁止西班牙文还是别项民族的即个语言咧用安尼嘛。所以我是讲台湾本来都爱用老法度，就是讲咱都爱用。交即个中国无相款的语言，做咱即个一般交通的工具，比如讲河路也好，什么也好，安尼会变做一种的国防，防止中国来即个消灭台湾嘛。因为北国虽然有双英即个语言的国家，有小台，是有即个斗争，但是因并无参中国讲一定要。消灭台湾即款的野心嘛，所以我是认为讲，若定一个语言以即个国防的观念来定，来思考这是我的一个选择，我的想法安尼啦。过来就是讲即个民族袂输啦，讲中华民族已经5000年啊，伊拢假嘛，民族本来都无即个物件嘛。是到即个18世纪大概18世纪欧洲才有即个 nation 即个名出来嘛中华民国头拄仔咱这主讲者就讲啊，是孙文建立中华民国了后，所有的即个不管回族啦、西藏族啦，即个维吾尔维吾尔人拢讲你是阮的族，你是我的中华民族伊的目的就是要占人的土地嘛所以咱就爱即个历史，互咱台湾人知影，看会法度讲袂安尼，那啥物英文我即马中文我都无啥好讲，就安尼，还是专门咧执着迄个民族迄个名词就对安尼。讲这民族这是咱人创造出来，并无即款世上都无即款物件安尼啦。这是我的 comment， 多谢。即个三民主义读有头就知影孙文伊解大成是讲啥物款？伊解大成就是讲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嘛，对无？是啊，伊就是本原来的伊的民族主义就是安尼嘛。到尾摕着政权了后，变成啥物？变成啥？汉满蒙回藏、五除共和，就是叫做中华民族嘛。所以我只单位遐讲足对，迄就是这是一个政治家会骗术啊，是啊。即摆到底民族主义敢有正当性？我是感觉讲，伫一寡所在时，民族主义有正当性啊。就是讲，你即个民族已经强要互消灭去啊，你的生存都有问题啊。你爱提出民族主义来保护家己，来建立迄个位，建立一个墙啊。所以即摆就是像讲。即马咱台语界内面有一寡较先进的，因个台湾国遮个人，因足坚持就是讲你要来参加我活动，你一定爱讲台湾话检采足侪人会感觉讲恁这是足排他性啦
其实我会感觉讲对因较同情啦，因为因的囡仔就强要无台湾的空间通生存，因生存就已经受威胁啊，所以伊即当时提出民族主义有迄个正当性。啊，假使若是像讲即个中华民族主义，啊，迄个遮大啊，十几亿人啊，伊讲哦，即摆世界拢啥物新疆啥物物件，凡是即摆去非洲到孔子学院去甲洗洗，讲啊，恁嘛是拢中华民族。哦，啊，若即种民族主义就足恐怖。哦，啊是讲中华，讲美国，哦，美国英语系足强诶，吼，啊伊就讲哦，拢要去共侵略，变做一个美国民族，吼，安尼即种要去共侵略诶，即种就是足恐怖啦，吼。好，安尼是毋是？安尼即马刷了咱 Q&A 啦，吼，啊，咱较来请含即个咱诶今仔日诶主讲者，啊，咱来自由来对谈啦，好无吼？啊，要讲话啥举手啊？请即个秀班姐吼斗看一下安尼嘿。敢有人要讲话？我调会使举手吼。嘿，咧等个时间吼，我先来讲一个迄个长老教会即个新国家啦吼。因伫1977年吼，因提迄个人权宣言的时阵，宣言的时阵，因就真明确吼，讲要来建立一个新佮独立的国家啦吼。啊，我是听一寡教会牧长吼来咧讲吼，因是咧讲即个新吼，到底即个新是啥物款的意思吼？啊，而且有足济的论述啦，吼。检查咱若去看迄个，我讲一寡短圣经的即个对即个民族和国家的我个人的看法吼。啊，妄占就得尽量讲较短，妄占伤侪时间。就是讲约翰福音的迄个路加福音的时，伊有讲到迄个约翰出世的过程啦吼。啊，其实吼，迄当时的犹太民族吼。含咱台湾即马足相共啦，就是讲伊外口吼，外口互罗马帝国统治嘛吼，啊因真个犹太的王吼，是变做讲分封的王，就是讲伫罗马帝国内面啊，互伊做王的安尼啦吼。啊，迄当时的即个大祭司，就是讲犹太教遐个宗教领袖吼，迄本地拢是爱即个犹太人。吼，安尼产生诶，讲说安尼传落来。毋过到迄当时，约翰要出世诶时阵，吼，伊迄个大祭司是由罗马帝国、罗马皇帝甲伊指派，吼，迄个所以因诶迄个算是足凄惨，就是安尼啦，吼。啊，搁来搁有一寡人吼去挖，伊为着要生活，啊，伊去挖着即个体制来生活，譬如讲咧共抽象诶啦、抽税诶啦，吼，啊遮吼。啊，迄当时遮个人就是袂输讲即马我伫中华民国政权咧讨生活遮个人，啊，所以约翰来的时阵吼，有一寡人走去讲要领伊的洗礼，所以颠倒去互伊骂讲恁遮独裁的种类吼，所以我咧想讲，迄就是讲因对遮个一寡遮当时的遮宗教的领袖吼。啊，因无法度人真正认同即个，干那注重即个法统，干那注重即个安尼即个法律法统落来，啊无咧照顾含即个一般的犹太以色列百姓吼，去做伙啊，对因来咧做出诚大的即个批判啦吼。啊，所以伫即个约翰伊就讲，伊来伊就是要来。准备迄个道路吼，先甲即个体制先要甲平复过。啊，毋过伊诚清楚啦，伊诚先讲讲，我到遮，我是干那做一个准备的道路，后壁佫有一个比我佫较伟大的人来吼。啊，迄个伊就是咧指讲耶稣会来啦吼。啊，到尾耶稣伊所启示的国家的观念吼，伊就较毋是讲干那用即个以色列做中心来。要推翻罗马的即个统治尔吼，伊的方法就是变做讲用听吼，
用听的心吼，啊，即个听的心是 universal love， 吼，毋是干那讲听迄个以色列人，吼，所以拄则即点会当讲回应着即个单位兄拄则咧讲的吼，你讲有一个国家的人，啊，伊会去关心着，变做讲离地球的另外一个所在，啊，因的生存，因的人权，啊，足恁啊凄惨，啊，受着强权伫遐咧防即个欺负，防打压，吼，啊，所以这是即种人类的进步啦，吼，啊，所以我第一遍听到即个人权外交，吼，是按迄个卡特，吼，啊，迄个卡特迄阵啊，1970年代迄阵啊，吼，啊，伊开始有即个人权外交，好，你若要含我即个美国来做朋友做生意也好，吼，你的人权就是爱含美国有共款的标准。当然，这毋是讲这有人会讲话，你这是霸权吼。但是其实这是你用着即个外交的手腕吼，来咧照顾着一寡民族，啊，毋过是伫一个帝国的内面受人欺负的即个少数的民族的一个概念啦吼。好，歹势，我应该毋通讲伤济，嘿，来，啊，有单独举手。好，来，等咯。请单独来讲话，听到我的声音，真清楚。哦，大家暗安的梁光兄、陈瑞生的下头岛，我定下你网络顶有看到你的迄个面册，你好，第一个看到本人，就是迄个拄则我想要回应一个迄个梁光兄拄则讲啊，就是迄个人权外交这样代志，就是进前我有去听迄个黄文雄先生的迄个演讲啊，甲读伊早写的一寡文章，就是算是小可有看伊的去想要了解讲伊的想法是啥物，是安怎伊要倒转来了，伫美国遐市长了，倒转来台湾要做遮的人权的运动。啊，其实就是伊主要的思想，就是讲伊转来台湾，伊干那一个目标啦，就是伊讲伊是想要爱建国，伊嘛是足清楚讲伊转来台湾了，就是要建国。啊，毋过伊选择的路线，就是因为伊在走路的时阵，就是拢是伊早参加遮个社会运动的朋友，甲伊斗相共。啊，伊咧走路的时阵嘛，定定拢会去参加外国的迄种社会运动。啊，对遮个进步议题其实是诚了解，所以伊认为讲用人权即种物件去超越中华民国的即个限制，即个政府是中华民国是外来政权，啊，迄当阵嘛，抑阁是中国国民党较侪人，甚至是到即摆抑阁是，所以伊迄当阵伊的理路就是讲，我就是用人权，而且中华民国无联合国的迄个会籍。所以伊无法度直接用会员的身份去参加，啊，毋过伊就是用民间团体、人权团体，甲所有外国的人权团体直接带因去用世界即种联合国层级的人权条约来到台湾，邀请因来台湾做定期的监督，来监督咱的政府，讲你若是要成做一个现代健全的国家，你就一定要符合所谓的世界的人权的规则。伊迄当阵就是用伊的手路，因为伊熟悉较侪迄种全世界各国的人权的团体朋友，所以因就甲遮个人拢牵起来，就对啊，就是用即种方式去杀所谓的人权外交、人权建国。啊，毋过就是这是一条路线啦。咱若真正要建所谓的台湾国，边仔是抑阁有足侪无共的物件爱处理，足复杂。就是拄则我听到，就是想到，进前我咧读遐个册，读伊写的文章的时阵，读到的。好，以上。多谢陈瑞的分享，陈路来。多多，你敢有即摆有要回应啥物，还是要做一群啊？较听较侪人讲，你要做一群来回应。人咧问，敢若是无人问问题嘛？我是爱回答问题还是？无啦，有啥物款？嘿，有啥物款的自由交谈吼？
拄则对即个单位兄，还是讲对迄个林艺副医师吼，即个你有啥物款 comment 无？其实我今仔日吼，我无想讲我真正讲啊拄啊好一小时啊，因为我应该是，但是我讲甲拄啊的时候，我感觉嘛是无甲迄个，因为我听你的回应以后，我感觉可能也是无讲着迄个，我可能无讲着迄个我要讲的迄个点，嗯就是上大的点就是，其实 nation 就是一个国家，建国就是要建 nation，我的重点是这个。就是虽然足侪人感觉即个字，感觉即个词足歹嘛，讲因为其实你翻做国族还是啥物拢共款啊，国族其实嘛是 nation 啊，是共一字啊，只是中文的时阵改做国族尔。其实就是国的意思啦，就是讲我的理解建国的意思就是要建一个台湾的 nation，因为迄就是即个国家的身体。啊，即个 state 基本上是甲穿衫共款，就是。有诶民族是无国家诶嘛，所以就是无穿衫，就是无衫通穿安尼。就讲我拄仔讲库德主义，就是无穿衫诶国家嘛。伊是 nation，但是伊无 state。台湾就是台湾应该是有 state 啦，只是有人讲这无国家国际无承认啦，但是无承认嘛是有迄运作嘛是有家己诶政府啦。所以其实台湾应该是有 state 诶，只是讲台湾诶问题是即个 nation，就是讲足侪人伊。第讲台湾其实无建立家己的 nation， 即摆北边拢是台湾人，但是有诶人伊想诶是伊是中国人啊，啊是讲有一寡人伊可能伊无讲伊是中国人，但是伊诶想法是啥？伊诶想法，我感觉啦，我这几年我诶感觉就是讲，我感觉台湾人伊对两岸诶即个理解是安怎？伊甲当做甲三国时代共款，就是讲台湾是甲迄个老毕诶迄个走去四川去。一个国建一个国安尼，伊对台湾的即个国的理解是安尼啊。就是讲，将来嘛是中国嘛是会统一的，啊，所以是共一个 nation 嘛。啊，即摆两个国家是政治现实嘛。我感觉足侪台湾人的思考是安尼啊，所以即个国家是无稳定的原因，就是讲，足侪人伊对即个国家的理解，伊的 nation 是当做伊嘛是 Chinese nation 啊，伊是一个中国的国家，只是即摆分做两个 state 安尼尔。啊，所以当然，即个人权也是讲即个民主啊，哦，即个物件，有人要举手哟，你要讲，你先讲好啊。咱两要你补充。请你讲了，请你讲了。我的意思就是讲，所以台湾人的问题就是，台湾人因为去反对即个国民党的结果就是感觉讲，即个民族主义是一个歹物件嘛。但是我有想到一个例啦，就是讲，即个民族主义有点像胆固醇无？胆固醇是哦，叫胆固醇。有时像胆固醇，咱人的身体是爱有胆固醇才好度变做一个人。是啊，胆固醇伤济，所以你可能你就着病，你就翘去。伤济嘛袂使，伤少嘛袂使。但是台湾人的问题是伤少，毋是伤济。但有一寡国家可能伤济啦，但是台湾绝对是伤少啊，因为。足侪人感觉要认同台湾是一个 nation 啊，伊感觉台湾就是一种中国人嘛，只是讲即摆两岸分离啊，变做两个国家，因的想法是安尼。我感觉这是台湾的国家的危机的问题，核心的问题就是伫遮，所以我才会去讲即个物件啊。但是即个物件要，因为大家会去一直去带转去迄个。中华民族的迄个问题内底，对，感觉讲即个中华民族就是歹面就是假的啊，啊虽然民族嘛是假的啊，啊咱啥咱该用一个假的物件去对抗一个假的物件，我感觉是足侪人对即个物件的看法是安尼，但是我感觉台湾问题是因为即个物件受欠缺，所在去讲这个，主要是安尼。安尼咱先互迄个柯志聪哈，柯志聪遐有歹势，因为我较早其实我是拢研究咱的母语较济啦，啊，因为我嘛是台湾人，我嘛关心台湾的前途。我个人的看法是安尼，尤其今仔日听即个夏先生咧讲，我是感觉安尼第一吼，民族主义会发动民族主义的吼，大多数是独裁国家。伊要用民族主义，就因为咱讲民族是安那，是血统，
种族共款，这个民族，吼，伊是要用即个自然咱人的即个感情来吸引人来活伊，所以其实民族主义，你甲看即摆会发动即种民族主义，拢是独裁国家。啊，咱是一个民主国家吼，一个民主的社会，我是感觉无必要强调民族主义啦。而且强调对民族主义对咱颠倒不利，安怎讲？事实咱台湾是一个移民的社会嘛，自古早到即啊，包含原住民啊，甲后壁咱嘛有一寡人确实是为大陆来，虽然有甲遮的人有南征，啊，尤其是甲后壁遮来的人吼，伊愈晚来，伊甲大陆迄种感情会愈重，这是人的自然。敢若讲恁去美国，你嘛会怀念台湾，共款迄个意思。这是人的亲情，这自然会发生吼。我是认为咱要决定台湾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因素是政治制度。就是讲，我这个政治制度会影响我人民的，影响着咱的人民，尤其是咱的包含着咱的后代，伊的生活方式，伊的价值观念，吼。我认为咱应该是要强调这点。所以若安尼讲来讲吼，大陆有一寡人来台湾，伊虽然咱甲伊共种，做是我的兄弟伫遐，但是因为政治制度无共款，造成种种生活方式、咱的价值观念完全拢无共款。我嘛无一定爱甲伊统一啦。我感觉我一直以来吼，我用安尼去说服一寡咱讲的外省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吼，我感觉足轻松。所以吼，毋是咧强调台湾什么种民族，也是什么血统，嘛毋是讲什么文化。我感觉像美国，你看美国是全世界上侪民族去遐的所在，但是人伊会用建立一个真强的国家。你若要讲美国毋着，伊若要讲民族主义，对伊来讲足不利。伊要讲的就是生活方式，甲咱人生活的迄个价值观，就歹势，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讲出来甲大家分享啦，安尼。多谢李总多谢呀。指教。等下你敢是还佫有要补充吼？好，就是我想要小可补充一下，就是进前顶年，就是咱伫迄个消息报你知的迄个分配局监管，其实我有迄当阵有请迄个何庭辉教授，就是伊，因为伊是为迄个互咱的来等学迄个法律转来，迄当阵就是伊有对即个 state 甲nation 甲就是这三个有三项啦，伊有做一个名词的解释，就是讲伊为遐了解的即个定义上是安怎讲，而且用伫咧台湾社会监管会当安怎去判断讲咱即马到啥物坎站。迄当阵讲的迄种理路，我感觉对我来讲要理解是较简单。伊的讲法就是讲，对伊来讲，对伊迄派啊，伊学的迄派就是讲 ，state 基本上就是一个城市内底的水道水的系统、生活的系统，甲上要紧的就是统治的系统。迄个统治毋是一个所谓国王还是啥，就是讲有一个市长，迄个人负责去运作所有的行政系统，会当互人民迄个城市内底的人会当正常生活，要做生意要创啥拢会使。安尼就会当算是一个 state。若是要讲到 nation 就是爱有共同的认同，就是讲伫即个城市内底人拢有共同的意志，讲若有人要来拍破咱的所谓的即个围墙，还是讲要来侵略咱即个所在，破坏咱的生活的方式，破坏咱原本会当正常生活的方式，咱就爱共同反抗，咱就爱共同保护咱即个所在所有原本就伫遮的物件，所有的利益啦，讲较简单的，其实就是利益。若是为即个理路去看，就是其实台湾应该是对我来讲，我认为啊，应该是两个中华民族的 nation， 其中一个伫咱台湾监管。毋过即个 state 其实伊是用日本时代留落来的迄个 state 的机制。甲咱讲就是你就是咱中华民族的 nation 内底的人啦。我感觉这有影是咱认同较错乱，还是讲
较无稳定的状况。啊，毋过咱若要建咱台湾人的国，其实即个 state 机制已经运作了袂歹。吼，我认为是中华民国来了后，即个机制已经互因拍歹足侪啦。啊，毋过抑阁会当运作。啊，毋过中华民族即个 nation 一定爱结束。啊，咱用咱台湾的 nation 共同的即个认同爱建立起来。啊，毋过这就是即马上困难的代志。啊，我认为就是其实迄是爱为语言的认同开始啊。嘿啊，无其他的方向啊。你若要用中国话来做咱台湾人的共同的语言认同，我感觉这反正搁10档以后有可能啦。啊，毋过我感觉咱若即马就放弃要用咱台湾的母语做咱的文化的认同，还是讲 nation 的认同、族群的认同，我感觉这就哪像咧自杀的迄款，提早自杀，放弃治疗。嘿啊，我感觉就是嘿对，以上是我的想法。好，多谢丹咯。啊那咱阁有一寡时间，敢有人要举手要讲话补充无？我是感觉讲吼，即个用即个咧讲的，单独咧讲的即个共同的、共款的认同吼，就是差不多蔡英文咧讲的即个台湾的共识啦，吼，即种的物件。啊，毋过即种的共识，你若干若讲足抽象吼，你若咧讲啥物价值啊，啥物物件吼，无较具体来表现吼，一般人诚学去理解啦吼。所以若检采讲有一个，比如讲吼，咱若有啥物球队吼，啊代表去台湾出去啊拢赢吼，逐个感觉讲足骄傲吼，迄嘛慢慢建立一个认同感，甚至讲有足好的文学吼，啊逐个足好的歌、足个艺术作品，啊逐个看着，就感觉讲哦，这含我，这就是我的一部分吼。若有种较具体即种的物件吼，检采。会比干若讲足抽象的讲，哦，咱有共同的民主价值遮物件，迄种伤过头抽象啦，吼，爱有较具体，啊，其中语言就是一种的诚具体。咱咧讲话时，啊，咱就不时，咱就会有共腔口，啊，甚至讲安尼讲甲安尼，感觉逐个安尼诚亲切吼，迄个会当互咱较有共识吼的一个部分啦吼。啊，最近吼，我看迄个报告吼，有个人感觉讲哦，真悲哀，较会干那连高雄都安尼剩即几拍啊吼。我是感觉讲哦，伊抑阁无像我所想的较歹，抑阁有几十拍，抑阁要到一半吼，一半以上要讲台语吼。啊，甚至我咧犹豫讲会去投票的，拢是遮讲台语的，所以因遮即摆开始总统咧选举吼，因这政治人物比咱佫较敖。伊会知影讲，你会去投票的遮讲台语的，可能抑阁超过半数，吼啊，所以因会去用离较一寡场合吼，会去用台语讲。随望讲即摆足侪所在，较少年的所在，去用台语根本就听无啊。啊，伫即个环境的中间，伊抑阁选择台语，所以是我抑阁对台语感觉抑阁有一个信心啦，吼。虽然媒体看袂到，但是伫一般人的生活中间，我想是抑阁有。啊，这政治人物诚敖，伊会知影讲利用即个语言，要来增加讲伊的迄个互民众的即个接受度啦吼。包括连郭台铭迄足袂晓讲的人，伊嘛想讲要绕几下台语来有迄个亲切感安尼吼。好，啊若无人要讲，好，等你兄，嘿。啊，接煞梁公兄拄则讲的即个讲台语的人口吼，即个我看到的，我今仔则看到了，在台湾内政部统计啦吼，1915年86.1%台湾人讲台湾话啦吼，啊，2010年10当前81.9%吼，我感觉即个数字。即个效益性足大啦，吼！2010年也有81.9%的台湾人讲台语，这当然伊的定义是安怎，我是
无了解，但是我的感觉是感觉讲伤悬吼 ，way too high 吼，咱英语讲。啊，佮过来讲到即个国家主义还是民族主义吼，啊，即个有一点真深刻的，就是吼，咱拢知影中国即个大中国主义吼，是几千年的历史，中国人即个概念吼足厉害吼，世界就是因上悬，啊，剩的国家拢是吼比因的无像因遐悬就对了，拢爱因看无起就对了吼。即个中国人的大中国主义是几千年的真深的概念吼。啊，最近吼，我是有感觉到着讲吼，有几个即个中国民运啊吼，来伫海外的吼，的中国人吼，因古早定定拢是讲因主张中国爱民主，吼啊，中国人伫国内爱自由，但是因若讲到台湾吼，因是坚持讲台湾袂使独立，是中国一部分，吼，所以因的民主，因的人的价值吼是限伫中国，吼，中国以外，吼，无无共款的标准就对了，吼。啊，最近一个真深刻的现象就是讲，渐渐吼，有即个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中国人开始支持，还是讲无认为台湾独立是歹代志，吼，有即个现象啦。啊，我感觉讲，这就是因按即个国家主义还是民族主义吼，啊，提升到即个用人的价值做标准，即个政治概念出来了，吼。好，多谢。哇，多谢，这观察甲真细啦吼，我嘛有听着一寡即个中国的民运人士吼，啊开始有即种的变做讲较同情台湾独立的言论啦吼，这算社会的进步，对，人权的进步。啊那，但若你搁举手呢？哎。歹势，就是迄个陈瑞生呢，就是我感觉你观察的迄个，甲我的观察可能反正较小可无共啦。我拢是伫迄个推特顶悬，就是较逐工伫遐听人咧讲，因为迄个推特顶悬会当开 space，就是干那声音咧开讲嘛。啊，其实有足侪有诶是在海外嘛，有诶是伫台湾的啦，都是台湾人开空间啊，就是会邀请一寡。看起来甲咱是徛共边的中国人入来讲话啦。啊，毋过其实常常拢会讲到尾啊，就是我即马拄着的10个内底，差不多有7个，其实遐的毋管是香港人还是中国人，其实因支持所谓的台湾独立。啊，毋过因的想法其实无遐尼单纯，就是讲为着人权。其实上侪是因认为讲。中国的迄个所谓的革命，也是讲反抗伫短时间内无可能发生，所以因会支持台湾独立，是为着互因家己会当有较好的一个第二个选择。要走路来台湾较紧啦。这个社会对因来讲较熟悉，这个语言对因来讲是同款的。啊，毋过迄个语言是中文，毋是说因无要学台语也是客语也是原住民语，因就是干那要来遮，嘛是第二届啦，第二届的难民啦，就是走来台湾遮生活啦。啊，毋过我感觉就是，这嘛，咱敢袂使甲因拒绝，我感觉这是应该是无可能啦。若是讲咱要诚做一个所谓民主的亚洲的民主的国家，啊，咱就是无可能甲因拒绝。啊，毋过我感觉咱袂使伤过天真啦。就是因毋是遐尼单纯，就是因为人权的问题支持咱的独立，而且因的支持嘛，毋是所谓文化性的迄种，咱要甲因中华文化行无共的路线，因为终其尾对因来讲，咱甲因嘛是共款有，应该是安尼讲啦，就是因的教育内底就是，恁台湾人就是甲咱是
共款的中华民族嘛，恁台湾就还袂有国家嘛。那你叫伊去甲日本人、甲韩国人讲，恁嘛是中华民族的，伊毋敢讲啦，因为人早就有国家，人比因搁较强啊，所以伊毋敢安尼讲啊。毋过恁台湾还袂有国家，恁台湾即摆国家抑搁是咱的，咱互咱拍败的迄个政党走去成立的国家呢。因的思考内底其实终其尾拢是安尼啊。嘿，我拄着的啦，我拄着的是安尼啊。所以我感觉就是嘛是互大家一个提醒啊，对中国人袂使伤过天真啦。来，等你遐要回应吼。嘿，好，我来回应一下吼。但咯，我真感谢你讲这点出来吼。啊，我真同意啦吼。未少数的中国人吼，即摆支持台湾吼，因是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因认为台湾是第二个即个因第二个可能的发展的一个所在，就是讲为台湾来反攻大陆啦。吼，即个思想我感觉吼，实在其实这是一个咱台湾吼一个看袂到的。若要讲较严重是危机啦吼，因为即摆全世界吼国际上吼，包括美国啦，拢认为咱台湾的民主是华人世界的民主的灯塔的模样啦。吼，所以到尾讲来，就是讲咱台湾人是中国人，吼，文化血统上拢无区别，吼。敢若一个是民主，一个是独裁，其实这是真危险的误解。我认为讲这是一个咱台湾人爱真注重，真注意到的一个政治的危机就对啦，讲较严重的。好，多谢。好，无安尼时间嘛差不多啊吼。看最后一个问题，看还未发言的人。讲爱要讲的，最后一个机会。好，若无咱今仔日咱的正式会议就到遮吼。要留落来开讲的人，麻烦迎吼。所以咱即马就停止录影。